為咗感謝各位嘉賓，精心設計咗一份禮物，表達佢哋嘅心意。禮物係一個香薰竹盒，盒內有小朋友嘅畫作，並且有唔同氣味香薰。願各位嘉賓每一次打開木盒嘅時候，都感受到聖公會經面堂葵涌幼稚園及士德幼稚園嘅小朋友都係愛己、愛人、愛上帝嘅孩子。我哋會將呢份咁有意義嘅禮物送俾今日出席嘅每一位嘉賓。現在請各位嘉賓上前，同小朋友一齊影張合照啊！請各位畢業生代表致送。畢業生代表再同嘉賓影一張合照啊！小朋友可以望前面。